嚟到4月1號愚人節，勞力士揀今日出新款咧，就應該有原因嘅，因為佢哋又要將我哋當韭菜咁樣割啦。咁首先啦，我哋介紹一個全新嘅系列 Langara， 目前啦就得白金鋼、全玫瑰金同柏金呢3款，全系列配蜂巢圖案錶面、鉛箔紀念型錶帶，有9牙圈同梯形鑽石外圈選擇，整體俾人嘅感覺啦就係愛彼嘅勞力士版。但售價啦唔係低配版嚟嘅，最低啦都要12萬幾，最高去到90幾萬嘅。跟住啦，我哋睇一睇 OP 嘅新款啦。勞力士喺今年咧又大玩顏色啦，首先出咗3個新色，薰衣草紫同埋開心果綠，仲有一個米色。咁其他嘅錶面咧就冇乜改變嘅。值得一提咧就係藍色同埋黑色咧就轉咗用實色啦。其他方面咧就唔見到有太多嘅改變，但係咧已經算係勞力士最有誠意嘅改變嚟㗎啦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哋睇 GMT 系列啦。GMT 出嘅新色咧就唔多，但係最吸引眼球嘅。跟住咧就係新加咗鐵虎眼石錶面去做全黃金同埋全玫瑰金嘅新相。另外咧就係佐的嘅雪碧圈出咗全白金嘅配綠面。暫時呢2個新款啦都好似冇 OP 嘅討論度咁高喎。跟住咧就講下地通拿系列啦。咁今年嘅地通拿啦，勞力士就用翻以前嘅熱門款，重新推出個朱古力色、藍色同埋隕石面。而停咗產2年嘅綠金迪咧，今年就強勢回歸，但佢錶面咧已經唔係全綠色啦，係一個放射性嘅綠色，再加3個金圈。但呢一個設置咧只係全黃金嘅新相系列出現嘅。而黃金膠帶版咧都有一個新款，就係配咗綠松石錶面，但呢一個唔係綠松石喎。係佢嘅顏色係綠松石啫，所以定價咧會同其他錶面係一樣㗎。講起綠色，仲有天行者嘅全黃金版都出咗亮綠色嘅錶面，配齊全金嘅板帶、全金嘅珠帶同埋膠帶版，同地通拿一樣咁出色。最後咧，我都講下日誌同埋1908系列啦。咁日誌咧就推出咗一啲新嘅錶面，而1908咧就出咗一啲新款嘅錶帶。咁但係呢2款咧喺今年仍然係冷門款嚟㗎，所以我就唔講咁多啦。大家覺得勞力士今年嘅新款有冇誠意呢？或者你哋又中意邊一款呢？如果新款到貨嘅話呢，我會第一時間同大家開箱㗎。咁如果想知道嘅話，記得關注我啦。拜拜。